大家記者有反佔中人士用刀割爛咗個路障，反對示威者霸佔路面。因為我為到香港嘅學生啊，為佢悲哀。點解你會帶住把刀啫？家姐，嗰把刀咧，我係全世界都睇住嘅。一年啦，我去到邊度，我好中意食水果嘅。每一個國家必須要食榴蓮乜乜乜。無懼世事變改，還是越難越愛，為你所現在期待。花開花落，至少這一季被甜蜜蓋過了傷害。無負跳入愛海，沉重越來越愛，就算一切沒記載，軟弱會再有氣概，跟處境比賽，在途上就算有些感慨，讓我學會抱緊撐到未來，別讓手放開。大家唔好緊張，我本身咧係一個汽車維修員，呢個士巴拿攞嚟上螺絲用係好合理。係嘅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我身為一個汽車維修員，有個取旁身，真係好合理。得啦得啦，你哋球隊嘅作風喺業界都好出名。啊，呢隻係虛名，有時分呢邊。好啊，大家揸手。數百個我身份資格，評論什麼阻我理想？